厝的宝物。阿光是一个足好笑神的囡仔，伊逐工拢无烦无恼。阿公甲阿嬷若看到阿光的笑容，嘛会喙笑目笑。看到阿光的笑容，我嘛拢会对落笑。阿爸下班了后，阿光拢会笑甲足欢喜的讲：“阿爸，你转来啊！”阿光，阿爸看到你的笑容，拢袂忝啊咧。上尾哭的时阵，一看到阿光的笑容，嘛拢袂记你头拄仔咧哭啥，嘛对咧笑呀。阿兄，你笑甲足戆的呢。阿母看到阿光，嘛微微啊笑讲：“阿光的笑容，真正是咱兜的宝物。”阿光笑啊，边仔的人嘛拢对落笑嗨嗨。